著名的越剧演员范瑞娟、傅沉香演出了《梁祝》中的草桥接拜。苗最高人啊，谁兄邻里谁近，自同他称我心，男女同时父母生女儿，都说明了也给岂敢！宁心看时日不早，快跳起行张赶路吧。是就走吧，神兄请。著名的越剧演员范瑞娟、傅沉香演出了《梁祝》中的草桥接拜。苗最高人啊，谁兄邻里谁近，自同他称我心，男女同时父母生女儿，都说明了也给宁心看时日不早，快跳起行张赶路吧。是就走吧，神兄请。